乍眼一睇，我以為自己生活喺大學裏邊。電梯半層，鳳凰新村。今日依間屋嘅話咧，戶型非常之好噶啦。除咗個南向之外嘅話咧，每個功能區咧空間感係足夠嘅，而且採光真係好。南向嘅廳出陽台，入正面積嘅話咧78方，望翻出去景觀嘅話咧就係望翻呢個鳳凰創意園裏邊嘅，相當之幽靜噶啦。而且咧仲要係四開間，全部都係南向。嗱，你睇下啲空間感得唔得先？咁呢度嚟講嘅話咧，仲要有一個單獨嘅平台位置係可以俾翻你去使用嘅。晾衫嘅話咧，一流噶啦。你再睇下樓下嘅呢個環境係咪非常之舒服啊？講緊總價嘅話咧係239萬嘅啫，78方入正，撳下計算機，大概單價去到幾多錢啦？咁啊呢啲屋嘅話咧，可以話係剛需戶型嘅一個小三房嚟嘅。嗱，空間咁其實你放一張米2床係 OK 噶啦，再做翻個櫃啊、梳妝台都冇問題嘅。咁啊成間屋嚟講咧，基本上睇晒啊，已經係好少個人睇啲屋噶啦。咁奈何最近嘅話咧，揾小三房嘅客比較多啊。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嘅，關注我條，帶你過嚟睇。